廣州有一座自由女神像，廣東人應該知道呢段歷史。話說114年前，孫中山先生嘅戰友黃興發動武裝起義，帶動130名革命黨人直撲清政府嘅兩廣總督署，要推翻清朝嘅統治。佢哋左手纏住白布，殺入兩廣總督署。兩廣總督張明奇嚇到走夾唔唞啊！跟住革命黨人燒毀總督署，以為勝利在望，點知後邊又有大軍殺到，最終因為寡不敵眾，多數嘅革命黨人都犧牲咗，佢哋嘅屍體散落喺廣州嘅街頭，冇人夠膽幫佢哋收屍。佢哋就係黃花崗72烈士。平民報嘅記者潘達薇先生啊，冒死收斂咗72具烈士嘅遺骸，安葬喺呢個位置，當時叫做紅花崗，唔係黃花崗喎，因為佢覺得呢烈士嘅高潔嘅品質好似黃菊不為秋霜一樣，所以將紅字改成黃，就叫黃花崗啦。喺黃花崗呢度有一條國民路，係為咗紀念烈士林國民。喺佢參加革命嘅時候，佢嘅妻子已經懷有身孕，佢因此寫下咗一封絕筆信與妻書，令人感動。72名烈士嚟自五湖四海，最後生只有18歲，平均年齡29歲。佢哋有醫生、老師、工人、記者，各行各業。喺大好年紀為國捐軀，所以中山先生就手書浩氣長存4個字。中山先生話：草木為之含悲，風雲為之色變，驚天地泣鬼神，可與武昌之役同壽。喺犧牲嘅烈士中有31位都係海外華僑，佢哋特登搭船返嚟廣州搞革命，所以美洲華僑就集資捐獻咗一座自由女神像，象徵人民爭取自由。而下邊有72塊疊石，象徵72位烈士。呢啲疊石呢，都係唔同地方嘅海外華僑捐贈過嚟嘅。黃花崗起義後，革命黨急需用錢，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啊，將致公堂4座物業抵押，換嚟15萬美金俾中山先生。所以中山先生評價華僑乃革命之母。黃花崗起義直至為之後嘅武昌起義成功奠定咗堅實基礎，意義非凡。所以大家嚟廣州旅遊嗰陣，除咗食飯行街之外，得閒可以嚟黃花崗呢度感受一下廣東敢為天下先嘅精神。